最近有一個考哥哥，佢嘅視頻咧火到不得了啊！所有嘅巴基斯坦都喺度把搏命喺度翻版再翻版，然之後阿三哥咧佢哋央視新聞都要出嚟話要告佢告到聯合國。嗱，大家睇下呢條視頻應該就有印象啦。冇錯，呢個豪哥哥咧，其實之前一路都有關注佢噶啦，佢粉絲量都唔細嘅。阿三哥咧都係俾佢玩到氹氹轉噶啦，佢又唔係話第一次去想告呢個豪哥哥噶啦。豪哥哥真係好嘢，俾個讚啦豪哥哥先。其實三哥咧，我接觸咗好多噶啦，講真，因為之前喺迪拜咧有幾百萬嘅印度人。講真嗰句，我接觸嘅印度人當中，暫時嚟講係冇一個係正常嘅。個個都係有啲問題，因為佢哋嘅思想回路都係好有問題嘅。喂，大佬，你雖然同我哋中國一樣10幾億人口啫，但係你哋成日以為仲勁過我哋中國，我唔知佢去邊度嚟嘅自信。喂，大佬啊，係咪飲得恒河水飲得多啊？飲埋咗你個腦啊？其實三哥講真嗰句，佢哋咧係好團結嘅。嗱，呢個係真實嘅，做生意咧非常之團結。而我哋中國人嘅做生意嘅做工廠嘅中國人咧，往往就係賴嘢嘅。佢哋一般採用嘅手法係咩呢？舉個例子，之前喺迪拜，佢哋其實印度人做生意係好早期㗎啦。入迪拜係幾廿年前就已經去迪拜做生意，包括依家成個迪拜、成個阿聯酋10大嘅私人富豪入邊咧，有6個都係印度裔嘅。呢個冇辦法，即係呢樣嘢佢太早啦。而且講真嗰句，佢哋好團結。即係舉個例子，我哋做燈具嘅咁，佢哋可以聯合埋所有印度人做燈具嘅。舉個例子，一支日光燈咁計啦，即係 T8嘅光管咁計啦。我哋中國人可能自己落個訂單，可能係1000支、2000支或者5000支，我哋發過去賣。佢哋唔係，佢哋聯合埋所有印度人嘅訂單量，開口，佢就同你講，我要攞100萬支、200萬支。咁好多廠家因為佢嘅數量龐大，所以逼住佢要壓價、降價，甚至乎係成本價去賣。冇辦法啦，要養人啊嘛，要業績啊嘛，係咪先？你冇計㗎。其實印度佬個仆街好聰明嘅，但係咧佢成日都自以為是啫。佢聰明係聰明喺邊度咧？佢將所有中國嘅單價基本上佢都了如指掌。佢知道呢個成本係幾錢，佢直接將你壓到成本價，甚至乎你要蝕啲，你都要同佢做生意，因為佢個量確實係擺喺度。所以呢樣嘢，我覺得我哋中國人要學習佢哋嘅。咩叫厚顏無恥？咩叫陰濕？咩叫乸渣？嗱，呢啲咧應該要學一學嘅，因為印度人咧講真嗰句真係好撚仆街嘅。嗱，今次通過巴基斯坦同印度嘅衝突啊，可以體現得出你哋國家有幾撚勁啊！連莫特呢個柒頭都喺全國發佈會講啊！依家巴基斯坦喺度手震緊啊！我哋啲武器幾勁啊！我真係好難明啊！作為一個領導人大佬啊，你平時唔上網或者唔睇新聞，你都唔好呃你哋10幾億嗰啲無知市民啊！因為印度人咧，佢本身係種姓制度好強烈嘅，所有嘅印度人喺低種姓嘅情況底下想出人頭地喺自己國家係冇可能嘅。只能夠係衝出佢哋印度，所以印度人好早期已經全部向外走噶啦，而且佢向外走，因為團結嘅情況底下，佢哋咧基本上都做咗好成功，而且咧包括成個非洲，印度人係控制晒經濟命脈嘅，呢個真係好仆街嘅，所以我哋中國人要加油，我哋中國人一定要踏出第一步，一定要早啲出去，因為以前出去嘅華人嚟講咧，基本上都係以餐飲業啊或者係超市啊小商品嘅業態為主。今次希望通過呢件事，中國嘅商家或者工廠或者老細真係要諗辦法，早啲出去提前去佈局，唔好俾阿三哥再喺度囂張啊！等佢認清下自己咩料子啦，大佬咩素質先得㗎？妖柒頭！